今看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哦，让22冬后又搁伫台南市要举办，伫4月19到24会有18000外的选手参加哦。市政府早起是专工来台北开记者会，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表示讲，全中运的选手拢正少年，应该拢正爱听演唱会哦。强调讲，今年开幕的表演者拢正声人捌。 打上网3礼拜 ，YouTube 的点阅数量就1824万。韩国出道的台湾女团范娜小瑩，伫咧114年度全中运记者会现场演出，替4月19的开幕式暖场。非常期待，因为听说今年的卡司非常的厉害。 那 Jane Blue、日本女团 Cutie Sweet、韩国 Super Junior 的李旭、台湾罗光中、甲赵依依，拢会伫开幕式演出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，全中运的选手是中学生，少年特别介意演唱会才会安尼安排。也台南让22冬搁再举办全中运，对台南的体育发展也有帮赞。 这几年来，台南市的这个全中运的表现，以及全国运动会的表现，事实上都越来越好，但我们还是要努力。事实上，在体育的境界里面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在24号结束了以后呢，27号开始就是长隆大学举办了全大运，然后我们把2个赛位衔接在一起。所有的选手，未来我们的亚运、奥运的选手，也许就是在这一次这个全中运里面来产生。 原底就有真侪人去台南观光，佮加上1.8万名的选手佮相关人员，会伫4月19到24来到台南。黄伟哲就古都马拉松的经验表示，交通、旅社、场地佮人流的管制拢无问题。也毋过有缘会认真来举办，互选手顺利比赛，摕到好成绩，帮助因升学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